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只能唱一首。因为现在儿子放暑假哈，有很多歌都还来不及录音哈。那其中包括有一首吉他歌哈，它的就是龚嘎他唱的这个《故乡》这首歌哈，我想给同学听他原来唱的，也是找历史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情怀的哈。好，这首歌是海外藏人们共同的思念，我们来听听看。地方就是它里面很巧妙的把仓央鸟后情歌放在里面，好，然后那两段又刚好是最有名的啊，大家愿意跟我唱这首歌吗？好，我们来唱这首歌。这首歌我本来是希望我儿子来帮我弹，好，因为他比较属于摇滚的节奏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同学帮我看是第几页？第15页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来唱哦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个第5段开始，好，那我们等下大家再重新唱一次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把歌词找上。好，第5段，好，那个雅鲁藏布讲，好。